大家好，又係拆局最前線嘅時間。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公布嘅一組數據？呢組數字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好大嘅危機。今日我哋就攞呢單嘢出嚟同大家深入剖析。一句無條件投降引爆嘅全球災難，相信大家最近都被一單新聞洗版，就係中東戰火徹底失控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嘅黑色星期五。呢場風暴嘅導火線，竟然係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一句話：無條件投降，就係呢五個字。將原本已經立立亂嘅中東局勢推向一個萬劫不復嘅深淵。講起呢單新聞，真係令人倒抽一口涼氣。大家諗下，原本中東局勢已經係一個火藥桶，隨時都會爆。點知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竟然仲要親手點住呢條引線。佢喺社交媒體上面嗰句無條件投降，簡直就係將伊朗逼埋牆角，連少少退路都唔留俾人。你話啦，人哋堂堂一個中東大國，點會咁容易就屈服？結果咪就係大家攬炒咯。回顧翻2026年2月底嗰場代號為史詩怒火行動嘅軍事打擊，美國同以色列聯手將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炸死咗。呢件事喺國際社會引起咗極大嘅震盪，好多分析家都話呢個舉動實在太過冒險，隨時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。但係特朗普似乎完全唔 care，佢仲覺得自己好威威，覺得只要夠惡就可以壓服一切反對聲音。但係事實證明，佢呢種單邊主義嘅做法，只會令到世界更加危險。大家試下諗下，喺2026年2月底，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咗代號為史詩怒火行動嘅大規模軍事攻擊，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喺空襲中身亡。呢件事本身已經係一個超級震撼彈，但係特朗普仲要火上加油，喺社交媒體上發文話，除非伊朗無條件投降，否則絕對唔會有結束戰爭嘅協議。呢番言論一出，市場即刻意識到，短期內想通過外交手段緩和局勢嘅希望已經徹底破滅。呢種極限施壓嘅策略喺商業談判上可能行得通，但係喺複雜嘅地緣政治博弈入面，往往會適得其反。伊朗作為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實力同地區影響力嘅國家，絕對唔可能接受所謂嘅無條件投降。呢個唔單止關乎國家尊嚴，更加關乎政權嘅生死存亡。所以特朗普呢番話，實際上係關閉咗所有談判嘅大門，迫使伊朗採取更加激烈嘅報復行動。嚟到第二部分，我哋不妨再深入啲去剖析油價狂飆與霍爾木茲海峽嘅死結，政治上嘅角力，最終受苦嘅係邊個？梗係全球經濟啦，首當其衝嘅就係原油市場。大家知唔知 WTI 原油喺單日內狂飆17%，突破90美元一桶嘅大關？布倫特原油亦都暴漲11%，成個星期計落，美油累計漲幅接近35%，創下歷史最大單周漲幅。呢個數字係咩概念？即係話全球能源供應鏈已經處於崩潰嘅邊緣。我哋再睇深一層，呢場戰爭對全球經濟嘅打擊有幾大？大家平時揸車入油，可能已經覺得油價好貴，但係我同你講，好戲仲喺後頭。WTI 原油單日狂飆17%，呢個升幅係極之恐怖嘅。你諗下，油價升，運輸成本就升，運輸成本升，所有貨品嘅價格都會跟住升。呢個就係連鎖反應，無人可以獨善其身。點解油價會升得咁得人驚？關鍵就喺霍爾木茲海峽。呢條海峽被譽為全球能源運輸嘅命脈，承擔住全球大約1/5嘅石油同天然氣運輸。但係而家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表明，屬於美國、以色列、歐洲國家及其支持者嘅軍用同商用船隻，一律唔准通過霍爾木茲海峽，甚至有超過10艘無視警告嘅運油輪被炮彈擊中。而家最核心嘅問題就係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。呢條海峽雖然好窄，但係就控制住全球1/5嘅石油命脈。伊朗革命衛隊講得出做得到，話封就封，連美國嘅軍艦都冇面俾，有超過10艘運油輪被炮擊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全球嘅保險公司即刻大幅提高航運保險費，甚至拒絕承保。咁樣搞法，邊個仲敢派船去中東運油？花旗集團估計，霍爾木茲海峽中斷，導致全球原油每日供應損失高達700萬至1100萬桶。卡塔爾能源部長更加發出嚴重警告，如果航運中斷持續，油價可能會喺2到3星期內衝上150美元一桶。佢仲話，海灣地區所有能源出口國都可能喺未來幾日內宣布不可抗力，被迫關閉部分生產設施。大家諗下，如果真係去到呢個地步，全球經濟仲有得救咩？卡塔爾能源部長嘅警告絕對唔係危言聳聽。如果油價真係衝上150美元一桶，全球經濟肯定會陷入深度衰退。
到時唔單止係通脹問題，而係好多企業會因為成本太高而倒閉，大量工人失業。呢個畫面諗起都覺得得人驚。大家要知道，現代經濟係建立喺廉價能源嘅基礎之上嘅，一旦能源價格失控，成個經濟體系就會好似骨牌咁冧落嚟。聽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心寒？我個人嘅睇法係，呢場仗根本就唔係為咗咩正義，而係一場赤裸裸嘅利益博弈。美國想藉住打擊伊朗，鞏固自己喺中東嘅霸權，但係佢哋似乎低估咗反噬嘅力量。如果你係中東啲產油國，見到自己條命脈俾人鏈住，你會點做？梗係攬炒啦！唔知大家有冇同感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話我知你嘅睇法。講真嗰句，睇到呢啲新聞，我真係覺得好無奈。啲大國領袖為咗自己嘅政治利益，為咗選票，竟然可以將全球幾十億人嘅生計擺上台面做賭注。大家試下企喺中東平民嘅角度諗，佢哋每日都要面對戰火嘅威脅，連基本嘅生存權利都冇保障。而我哋呢啲遠在天邊嘅普通市民，亦都要承受物價飛漲、資產縮水嘅痛苦。呢個世界到底發生咗咩事？點解會變成咁？唔知大家有冇同感？你哋覺得特朗普呢部棋到底係高招定係臭棋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瘋狂討論下。非農爆冷與華爾街最恐懼嘅滯脹噩夢。屋漏偏逢連夜雨。正當油價升到嘭嘭聲嘅時候，美國本土又爆出一單大鑊嘢。美國勞工統計局公佈咗2026年2月份嘅非農就業數據，結果係大爆冷，就業人數意外減少92000人。遠遠差過市場預期嘅增加59000人，失業率亦都升到4.4%。呢個係繼2025年10月之後再次出現負增長，亦都係23年嚟最疲軟嘅就業紀錄之一。好啦，講完外圍因素，我哋翻嚟睇下美國本土嘅情況。2026年2月份嘅非農就業數據，簡直就係一巴掌刮落美國政府塊面度。原本市場預期會增加59000個職位，結果竟然係減少咗92000個。失業率仲升到4.4%，呢個數據反映咗咩？反映咗美國經濟根本就冇表面睇落咁強勁，實體經濟已經開始出現裂痕。大家可能覺得就業數據差，美聯儲咪會降息救市咯？錯啦，呢個就係華爾街最恐懼嘅滯脹噩夢。咩叫滯脹？即係經濟停滯不前，但係通脹就猛鬼出籠。一方面就業市場冰封，經濟增長乏力。另一方面，油價狂飆，帶動各行各業成本上升，通脹壓力爆表。最慘嘅係呢個疲弱嘅就業數據，偏偏撞正油價狂飆，呢個就係經濟學上最難搞嘅滯脹局面。大家記唔記得上世紀70年代嘅石油危機？當時就係因為中東打仗，導致油價暴漲，結果美國經歷咗長達10年嘅滯脹期，經濟唔增長，但係物價就年年升，市民嘅生活質素大幅下降。而家呢個噩夢似乎又再重臨。喺呢種情況下，美聯儲根本就陷入咗兩難嘅困境：降息咩？通脹會更加失控；加息咩？經濟會死得更快。所以市場已經開始壓住美聯儲今年嘅降息大計已經徹底泡湯，交易員甚至將下一次降息嘅預期推遲到9月或者10月。美聯儲理事沃勒雖然出嚟安撫市場，話油價上漲唔會導致持續通脹，但係市場根本就唔買賬。美聯儲而家真係頭都大埋，原本佢哋打算今年慢慢降息，等經濟可以軟着陸，但係而家通脹壓力咁大，佢哋邊敢降息？如果唔降息，高昂嘅借貸成本又會繼續壓抑企業投資同市民消費，令到就業市場更加惡劣。呢個根本就係一個死結，無得解。美聯儲過去幾年一直強調數據依賴，但係當數據出現互相矛盾嘅時候，佢哋嘅政策框架就顯得非常之脆弱。喺中東戰火加非農爆冷呢套組合拳嘅夾擊下，全球金融市場經歷咗一場大屠殺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暴瀉超過600點，標普500同納斯達克指數亦都全線收黑。投資者爭相拋售高成本、強週期嘅資產，例如皇家加勒比郵輪，單週就跌咗14%。喺呢種極度悲觀嘅情緒籠罩下，華爾街經歷咗一個名副其實嘅黑色星期五，道指暴瀉600幾點，只不過係冰山一角。好多對經濟週期敏感嘅股票，例如旅遊、航空、製造業，都跌到阿媽都唔認得。投資者嘅恐慌情緒已經去到極點，大家都在爭相逃生。呢種恐慌性拋售反映出市場對未來經濟前景嘅極度不信任。最諷刺嘅係，連一直被視為數碼黃金避險資產嘅比特幣，亦都跌穿68000美元大關，最低觸及67700幾美元，避險神話徹底破滅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喺真正嘅地緣政治危機面前，流動性先係王道。投資者要套現保命，咩資產都要沽。
最令人跌眼鏡嘅肯定係比特幣嘅表現。一直以嚟，好多幣圈嘅 KOL 都吹捧比特幣係數碼黃金，話喺地緣政治危機爆發嘅時候，比特幣可以避險。結果呢，中東一打仗，比特幣即刻插水，跌穿68,000美元。點解？因為比特幣本質上依然係一種高風險資產。當市場流動性收緊，投資者要撲水救火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就係沽出呢啲高風險資產。所以話避險神話根本就係呃人嘅。與此同時，美元指數就創下2024年11月以嚟最大嘅單周漲幅。表面睇，美元好似好強勢，但係大家睇深一層，呢種強勢其實係建立喺全球動盪嘅基礎上。美國依家孭住34萬億美元嘅高息國債，如果美聯儲被逼維持高利率，呢個債務炸彈隨時會引爆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要留意美元嘅走勢。雖然美元指數創下咗2024年11月以嚟嘅最大單周漲幅，但係呢種強勢其實係好脆弱嘅。美國政府依家孭住34萬億美元嘅國債，每年淨係還利息都已經係一個天文數字。如果美聯儲被逼維持高利率，美國政府嘅財政壓力將會爆煲，到時美元嘅信用就會徹底破產。而且中東戰火亦都加速咗全球去美元化嘅步伐。當美國將美元武器化，用嚟制裁其他國家嘅時候，其他國家自然會尋找替代方案。中國已經開始向伊朗施壓，促請解封霍爾木茲海峽。呢個舉動背後，其實亦都反映咗非西方國家喺全球事務中嘅影響力日益增強。其實全球去美元化嘅趨勢已經不可逆轉，好多國家都睇清楚咗美國嘅真面目，知道過度依賴美元係非常危險嘅。今次中東危機，中國出面斡旋，向伊朗施壓，要求解封霍爾木茲海峽，正正顯示咗非西方國家正在積極建立一套新嘅國際秩序，一套唔受美國控制嘅秩序。呢個轉變將會對未來幾十年嘅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嘅影響。講咗咁多國際大事，咁對我哋香港又有咩影響呢？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中東打仗唔關我哋事。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嘅微型經濟體，對外圍環境嘅變化係非常之敏感嘅。首先，油價上升直接推高咗香港嘅輸入性通脹。大家去超級市場買客，去茶餐廳食飯，都會發現啲嘢貴咗，因為所有嘢都要運輸，運輸成本一貴，最終都係轉嫁落消費者身上。香港本身已經面對住高昂嘅生活成本，如果再加上輸入性通脹，基層市民嘅生活將會百上加斤。其次，如果美聯儲因為通脹壓力而放棄降息，甚至重新加息，咁香港嘅息口亦都要跟住企硬，大家供樓嘅壓力就會繼續維持喺高位，對本港嘅房地產市場絕對係一個沉重嘅打擊。好多原本諗住趁減息入市嘅買家，而家都要重新計過條數。高息環境亦都會打擊企業嘅投資意欲，令到香港嘅經濟復甦之路更加崎嶇。再者，環球金融市場動盪，港股亦都好難獨善其身。外資避險情緒升溫，隨時會將資金撤出新興市場。港股面臨嘅沽壓絕對唔細，所以大家喺投資方面真係要非常之審慎，千祈唔好盲目撈底。喺呢個動盪嘅時刻，現金為王，保持充足嘅流動性先係最穩陣嘅做法。總括嚟講，今次中東戰火升級，絕對唔係一單普通嘅國際新聞咁簡單，佢係一場牽一髮動全身嘅全球性危機。特朗普嘅一句無條件投降，就好似打開咗潘朵拉嘅盒子，釋放出無數嘅災難。油價狂飆，通脹重臨，股市暴瀉，滯脹噩夢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即將要面對嘅殘酷現實。講真嗰句，呢場危機絕對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到。特朗普嘅強硬政策雖然迎合咗部分國內選民，但係就令到全球都要為佢嘅魯莽買單。油價高企，通脹重臨，經濟衰退，呢啲苦果最終都會落喺我哋每一個平民百姓身上。大家試下企喺宏觀嘅角度諗，呢個世界已經唔係美國話晒事嘅單極世界，中東嘅亂局只不過係全球秩序重組嘅一個縮影。未來嘅日子，我哋可能會面對更多嘅不確定性，更多嘅黑天鵝事件。作為普通市民，我哋可以做啲咩？首先，一定要保持清醒嘅頭腦，唔好俾啲表面嘅新聞蒙蔽咗雙眼。其次，要做好理財規劃，保留足夠嘅現金流，應付未來可能出現嘅經濟寒冬。最後，亦都要密切留意國際局勢嘅發展，因為呢個世界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密相連。遠方嘅一場戰爭，隨時會影響到你我嘅飯碗。今日嘅拆局就去到呢度。對於呢場由一句無條件投降引發嘅全球風暴，唔知大家又有咩睇法呢？你覺得油價會唔會真係升到150美元？美聯儲又會點樣收科？
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下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拆局最前線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